秋秋啊，你太过分了！怎么了，程总？咱俩在一起2年了吧？啊，我每个月按时上交工资，每天下班回来第一件事给你做饭，睡觉之前给你洗脚、捶背，按摩，我对你还不够好吗？你对我挺好的呀。我对你挺好的，你还把他带回来？哎呀，我不是也想着让他减轻你的负担而已。负担？那是我的乐趣。你把他带回来了，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？这么破玩意儿还角角落落，能有我扫得干净吗？再者说了，他还需要充电，我需要充电吗？我告诉你，立马给我送回去。那个买都买了，留着用吧。你去不去啊？你不去，我给你跪搓衣板。哎呀呀，行，我去，我现在就去。將地包袱走。